境遠程工作，香港公司點樣管理內地員工？想請內地員工，但又冇內地註冊公司，社保、合同、報稅、開戶，樣樣都搞到頭都大。點解唔可以直接同內地員工簽約？根據內地勞動法，企業一定要同員工簽正式勞動合同，仲要繳納社會保險。但如果香港公司冇內地法人實體，就無法在內地簽署勞動合同，無法代扣代繳內地個稅，無法為內地員工繳納五險一金，直接發生會觸犯外匯管理合規。正確做法，選擇 EOR 服務商。佢哋會同員工簽約，供社保、報稅，所有法律責任由 EOR 承擔。你繼續管理員工日常工作，合規又放心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完整嘅人力資源外判方案，你照樣擁有對員工嘅管理權，而所有繁複嘅僱主法律責任就交俾專業合規機構處理。實體辦公管理方案，生物識別考勤、現場巡檢、專屬客戶經理對接、每週工作彙報。EOR 帶嚟嘅三大核心價值：減少內部人資成本，大幅降低法律風險，專注發展核心業務。如果你正計劃喺內地請人，但又唔想煩合約、合規、薪酬同人事管理， CY 可以幫你一站式處理 EOR 方案，令你專注發展業務，其他繁瑣流程交俾我哋就得。